請你睇一個 video，因為我啱啱早一日咧就 find out 到about呢個 video，我覺得佢講得好好，咁因此咧我就想包括咗喺我今日同你嘅分享入邊。咁你睇完先，跟住我再同你解答一下，唔係解答，解釋一下。告诉你一个很少人知道的秘密，那就是大腿的力量竟然是长寿的密码。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腿部的力量跟死亡率成反比，也就是大腿的力量越强，股四头肌的力量越强大，你的寿命就越长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如果你的大腿力量强大，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社交联系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的腿力不行了，你的平衡能力、行动能力都会下降，就不会再经常出门跟朋友相聚了，你的社交生活就会受到损害。而社交联系是长寿的重要因素。第二个是骨质密度的问题。我们的骨骼是人体的矿物质工厂，这些矿物质对大脑而言非常重要。而人体最大的骨头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大腿骨。第3点，老年人最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跌倒。如果你能够保持腿部的力量，就能够保持平衡，也就不太容易摔跤了。这么一说，是不是就很清楚了呢？大腿力量是长壽的關鍵。咁因此咧，大家都可以知道，嗰個大腿咧係影響咗人嘅身體嘅最主要嘅健康嘅元素嚟嘅。大腿，我係一早想當年我15歲開始舉嗰陣時咧，我都已經係知道，即係話要做多啲踎腿，做多啲踎腿咧，肥嘅人咧就會減磅，瘦嘅人咧就會增磅。咁 anyway，咁而家咧，我同你揾到一個最好嘅方法，每日只係需要20分鐘擺你兩隻腳落去一個高科技嘅接地氣機嗰度。咁呢個高科技接地氣機咧，你只要你每日都擺落去 program 下自己，跟佢嘅 timing 去做20分鐘一個所謂嘅療程，咁你就能夠有全宇宙最勁最好嘅接地氣嘅能量，藉住到你兩隻腳板一路咁樣傳送到上嚟，你俾你嘅全身，引致到其實每一次完之前咧，大概2-3分鐘完之前咧，都會個身體微微咁樣出汗，咁咧其實你啲20分鐘入邊咧，你做咗好多嘢俾個身體。咁因此咧，當你用多幾日嘅時候咧，你會發現到你自己行路嘅馬步零舍穩陣，你嘅步履零舍健康寬闊，咁你越嚟越好，越嚟越穩陣。咁因此咧，所有我哋對個腿部嘅要求，譬如話我每日要做幾多踎腿啊，做幾多運動啊，咩成嗰啲，全部你都可以用呢部機，可以幫你用最高科技嘅方法去得益，去接受到咁多咁好嘅嘢。咁因此咧，呢個值得你關注，值得你考慮。OK， 好啦，我再同你分享更加多嘅好嘢。OK，拜拜。